咱来唱歌学乐上主，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。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，着对伊唱欢喜的歌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，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。咱即马来唱圣诗第638首，咱着出欢喜的声。由原徛的用新的界面来做咱的信仰告白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三亲像，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界面，予恁。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
你若三疼，竟人要对安尼知？恁是我的学生，请坐。咱今仔日要考验的考验文23篇，就是诗篇96篇。着对上主唱新的歌，着对上主唱歌，称赞伊的名。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。因为上主至大，应该受极大的称赞。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，尊贵甲威严包围伊。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，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。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，一声着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，世界坚固袂动摇。天着欢喜，地着快乐。田园甲其中所有的，拢着快乐。上主得来啦！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。请同齐来祈祷。听阮世间人真人的爸上帝，伫即个感恩的日子，求你予阮学习伫生活中随时感谢、诉说你的恩典，毋管大事、小事、好事、歹事。有时阵，阮毋知影你的旨意，也无了解你要教示阮的是啥物。毋过，请你予阮放下阮的自大、自高，安静听你的声，顺坦你的旨意，将主权交伫你的手中。因为你会做阮永远的帮站，指示阮头前要行的道路。煞来，阮要迎接圣诞节期的来临，求你予阮会记得耶稣出世真正重要的意义。是因为主你疼阮，所以阮嘛爱轻调即份疼，将伊分享出去。只是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托，求主保守带领，予阮听甲讲的拢会当领受满满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圣歌队要学落的诗歌是《较无真光》。
咱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3章33到43节。因到一个所在叫做头壳碗，就伫遐甲耶稣顶十字架，嘛顶迄两个犯人，一个伫正边，一个伫倒边。耶稣讲：“爸啊，赦免因为因毋知影因在做啥物。”后来因抽签分耶稣的衫，民众徛伫遐咧看，遐个犹太人的领袖甲伊踢笑，讲：“伊救别人，伊若是上帝所拣选的基督，就救家己。”遐个兵士嘛甲伊彼人惊活去，提错互伊，讲：“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就救你家己。”伫伊的头壳顶有罪状的牌仔写：“即个是犹太人的王。”做伙顶的犯人有一个一直甲耶稣侮辱，讲：“你敢毋是基督，救你家己嘛救阮。”另外一个甲伊责备讲：“你甲伊同款受刑，你敢毋惊上帝？咱受刑是公道。”因为咱所受的是罪甲应得，毋过即个人拢毋捌做啥物毋对，伊就对耶稣讲：“耶稣啊，你做王来临的时，请话记着我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我实在甲你讲，今仔日你会甲我做伙伫乐园。”今仔日牧师要讲到的题目是十字架的剧本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通自集做一伙，也对你的话语中间，阮做伙学习。愿你的神运行点伫阮中间，帮助阮，互阮点伫每一日，阮活出你的真道，也点伫每一日，阮体会主你家己的恩赐甲大领。愿你的神对阮每一个人讲话，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进入到伫年末的时阵，咱会有一个礼拜，咱献上对今年的感谢。当咱徛踮伫现在这个时刻，重新来数算过去所发生的一切，是咱有感谢的事。总是咱也体会到，踮伫今年中间气候变迁所带来的灾害，无论踮伫咱台南家己拄着风台所带来的灾难，以及踮伫花莲光复所拄着的，咱愈来愈感受到，是主的恩典需要临面咱，主的恩典需要来引带咱行头前的路站。看到一段对话，就踮伫光复，互迄个雨放落来，规个街仔路拢阴捌的迄一日，有一个查某囡仔踮伫二楼。伊咧看下面水全部一直冲过来，伊问伊的老爸一个问题，伊问伊的爸爸讲：“爸爸，咱敢会死无？”这个老爸陪伴伊的查某囡仔徛踮伫迄个窗仔门边，看到迄个水一直冲来，伊心内底非常惊吓，伊也毋知要安怎回应，敢来当讲。相信耶稣，伊会拯救咱。当苦难真实临到的时阵，十字架成做咱唯一的拯救，也成做咱唯一的医治。虽然踮伫今仔日，咱看到十字架，咱通常会想的是一个真水的砖塔，总是十字架对咱每一个人来讲。是唯一的拯救，也是唯一的盼望。今仔日咱读福音书，福音书整个故事，无论倒一位作者因咧写，整个故事咱会发现讲，一开始咧咱介绍耶稣是啥人，煞接行神者，驾到组织济群众来到伫耶稣的面前。这个故事的节奏拢进行了非常的紧，
直到伫耶稣受卖、受审判、判刑的时刻，咱就会发现讲，整个故事若亲像办起来共款，开始慢慢咧对每一个人讲，到底踮伫迄个时刻，耶稣拄着什么事？耶稣对一个众人所期待的人，众人期待这位耶稣是弥赛亚，会当带领咱来推翻整个罗马的政权。所以，一个人是抱着期待来接近耶稣，总是当伊受卖、受审判，然后定死的迄点，所有人因为这个死刑的确定，致到着因的心非常的失望，对失望甚至到伫绝望，毋知影讲未来的路到底要往对来行。十字架到底是对什么人要用的呢？十字架踮伫罗马的帝国中间，是对较低残的人所使用的。所以，一个受济人尊重的老师，必须爱面对十字架。这是一个带来惊吓，也带来非常艰苦的事。所有人拢会认为讲，若是耶稣是伊家己所讲的迄位王，伊应该袂拄着十字架吧？所以伫即点，济人离开伊，济人开始侮辱伊，济兵丁嘛徛伫边仔咧啼笑。咱都慢慢看到，福音书的作者对咱讲，耶稣受定十字架受悬举起的迄点，上时伊的倒边甲正边也有共款两个罪犯，同顶伫十字架顶。咱还阁会记哩彼得捌讲过啥物无？彼得捌讲过，老师啊，当你得到阳光的时阵，互阮一个人会当踮伫你的正边，一个人会当踮伫你的倒边。总是现主时踮伫耶稣的正边甲倒边的是啥物人？是两个确实受到判刑的罪犯。十字架带来的是侮辱，总是踮伫即点，十字架嘛所咧表达的是上帝的荣光。时间一分一秒在过，踮伫十字架顶悬的耶稣，伊的气愈来愈微弱，伊的身躯嘛一直咧皮皮喘，喙唇愈来愈大。忽然间，对伊的身躯边有声音发出，这个声音讲：“你敢毋是基督吗？救你家己吧，嘛救阮吧。”这个罪犯踮伫耶稣的边仔，开喙咧侮辱耶稣。这个侮辱，伊咧表达的是一个有罪的人，就算讲踮伫人生的上尾路站的时阵，也硬要表达伊感觉人生上后的骄傲，认为讲我只要互这个人会当来侮辱这个人，我就会当拿亲像讲，我应该还阁是有气力的吧？伊无咧管，伊也是共款受着钉十字架的人。伊认为讲，只要我侮辱耶稣，我就会当掠条性命最后的主导权。这敢有意外？老实讲，对咱每一个人来讲，这并毋是意外。济人就算讲知影家己犯错，犹原会尽力想要证明讲我是对的，所以会想要去求济人徛伫我的这边，继续对迄个钉伫十字架顶的人发出攻击、发出侮辱，这是正常的。一位受钉伫十字架顶悬的耶稣，现主时失去了所有，无好互人看做是弥赛亚，无有人会关心伊，无有人有要紧伊过来咧。现主时的耶稣，那亲像是一个失去利用价值的人，
互咱较早无受到纪念。也踮伫即个时间点，忽然是一个另外一边有一个声音走出来。这个声音即比进前咧侮辱耶稣迄个声音讲：“你共款受刑，你都毋惊上帝吗？”咱受刑罚是应当的因为咱罪有应得。但是这个人从来毋捌做过一件歹代志，敢毋是？受顶是一个罪犯。这个人清楚知影，家己是一个有罪的人，因为知影家己有罪，所以通悔改；也因为知影家己有罪，所以伊得到基督的接纳。就点伫十字架的两边，咱看到倒边甲正边有无共款的声音。共款是有罪的人，总是犹原点伫知罪甲毋知罪的中间，一直点伫遐咧求假，嘛点伫遮显露上帝赦罪的恩典。最后，这个人的声音佫讲：“耶稣啊，当你做王临到的时阵，求你爱记得我。”耶稣对伊讲：“我甲你讲，今仔日你要甲我做伙踮伫乐园的内面。当主要得到阳光的迄点，什么人会踮伫伊的正面甲倒边？毋是任何一个人会当掌握，乃是上帝主权的实现。踮伫十字架的两边，咱会看见有无共款的声音，有无共款的想法。耶稣用伊极微弱的气来接调迄个认罪的人最后的哀求。这是踮伫十字架的两边咱所看到的。但是踮伫十字架的下面，咱佫看到啥物呢？踮伫十字架的下面有一群人组织踮伫遐。这个人有群众，有犹太人的领袖，也有兵丁。侪人围围踮伫十字架的下面，因继续对耶稣发出侮辱的声音以及行动。有人踮伫遐抽口要分耶稣的衫，百姓徛伫边仔咧观看。你看，这个人要死啊吧？这个人无啥物了不起吧？犹太的领袖也继续踮伫遐咧踢笑伊讲：伊救别人啊！若是伊真正是上帝所拣选的基督，就爱救家己吧？这个人到底是啥人呢？这个人检采是进前有一群咧军队耶稣的人，因也参与踮伫遐内面吧？迄当时的因带着好奇，想要来观看耶稣所行的神迹。检采也有人可能踮伫迄个时间点，因是带着渴慕的心，要听耶稣要讲啥物。总是当耶稣受定的这点，每一个人敢若正做一个看戏的人，因无认为讲眼前所发生的一切，甲家己有啥物款的关系。这是群众。若是犹太人的领袖咧，犹太人的领袖对一开始，因就认为耶稣无啥物特别，因就认为耶稣你就是挑故意要来造反的嘛。耶稣你挑故意要对阮不利的吧？所以现主时踮伫十字架的下面，因带着轻视的态度来侮辱耶稣。最后，这个兵丁因摕一寡酒吻伫耶稣的喙唇，嘛对伊讲：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就爱救你家己吧。踮伫耶稣的头壳顶，也有一块牌写讲：这是犹太人的王。这个兵丁所代表的是整个有权力的人体制的一部分。到底是甚物人将耶稣送对十字架顶咧？是整个权力的结构。
是所有的人拢参与踮伫定罪甲判刑的过程。无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负责家己应该爱担的责任。无有一个人踮伫无公义的时阵要讲出真正的话。所有的人拢将耶稣送对受难的道路，因要钉耶稣十字架。对即阵咧啼笑伊的人，耶稣甲他讲：“爸啊，赦免因吧，因为因毋知家己咧做甚物。”耶稣按静来回应发生踮伫伊眼前的一切，继续用忍耐来承受济人对伊的攻击甲侮辱。这是一项卑微的温柔，也是对整个无公义的结果所发出无声的抗议。这是踮伫十字架的下面所发生的现象。踮伫十字架的两边是两个罪犯，展现出无同款的声音。踮伫十字架的下面有群众，有犹太人领袖，甲遮的兵丁咧啼笑。但是咱更加毋通袂记啦，阁有一群人连出现踮伫十字架的现场拢无敢是，就是迄阵自头开始缀伫耶稣的身躯边，见证伊所行的神迹，也是耶稣用上济时间咧栽培教导因的门徒。遮个人甚至连出现踮伫十字架的现场拢无，因已经失去面对威胁的勇气，敢若会当秘伫远远的所在，毋敢出声。也因为安尼，咱会看到踮伫十字架顶面的耶稣是一个什么款的形象？踮伫十字架顶悬的耶稣是一个孤单的形象，敢若会当承受发生踮伫家己所发生的一切，受攻击、受欺人、受侮辱，伊的气愈来愈微弱，要去面对伊人生的上尾路站。但是咱嘛看见，这个不断受到人侮辱的主，踮伫十字架顶，摊开伊的双手，伊的火在斗在滴，身躯内面的水分也渐渐在消失。是黑暗踮伫遮赢吗？是死亡的猖狂踮伫遮赢吗？无，伊的双手，伊所摊开的双手，将咱每一个人生命上界深的罪恶甲惊吓，将咱揽咧。伊的火，正做要洗清咱罪恶的水。十字架是侮辱，总是十字架也要正做阳光的记号。就踮伫十字架顶，宣告一个看起来是失败者的王，伊要正做世界的光。上帝的国度已经来临，世间人的拯救也已经降临。耶稣捌讲过，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已经选我，爱我送向的人来传播福音。伊差遣我宣告，受掠的得到讨棒，失败的要得到光明，受压迫的要得到自由，并且宣告讲，主拯救伊子民的恩年已经来临。十字架宣告讲，罗马的势力无过是真理，世界的权势并毋是咱所追求的，只有基督的恩典，互咱会当活地。罪犯会比宗教领袖更加认出弥赛亚
到底是啥人，是甚物人。只有真实明白家己有罪的人，才会当显露生命真实的谦卑。愈想要大声辨别家己是无罪的人，愈会受到上帝恩典所欺杀。一个踮伫十字架顶悬失败者的形象，永远比一个一直咧追求成功的人，佫会当拍开通往恩典的门。这是十字架的现场所发生的一切。踮伫这张剧本内面，咱会徛伫什么所在呢？你会踮伫什么所在呢？你会踮伫十字架的两边，还是踮伫十字架的下面，也是踮伫十字架的顶面，还是唔敢出现踮伫十字架的现场呢？你踮到底会是倒一位呢？如果咱甲济人共款，徛伫十字架的下面，当你身躯边的人不断发出侮辱的声音、攻击的声音、踢笑的声音，你会做啥物？你会真做迄个愿意发声的迄一位吗？还是你有愿认为讲，是遮个人讲的是对的？这个受顶十字架的耶稣无啥物了不起的？你会做出甲济人无共款的选择吗？如果咱是共款受顶伫耶稣十字架的倒边甲正边的人，咱阁会徛伫啥物所在呢？咱敢会知影，家己是一个软弱阁有罪的人吗？还是一直认为讲，耶稣你若是遐厉害，你就赶紧来改变一切吧。耶稣你就拯救一切吧。咱敢会知影，家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吗？当咱愈大声认为讲我无罪的时阵，咱就已经离上帝的恩典有多尔远，只不过咱完全毋知那尔。咱会看到讲，有人咧侮辱耶稣，有人倒撇所应该爱负担的责任，有人一直咧定罪别人，认为讲我无代志，总是踮伫十字架的剧本中间，伊足明显咧对咱每一个人讲话，讲十字架从来都毋是砖塔，从来都毋是一个咧别人讲我是一个基督徒的记号那尔。十字架是咱真实的拯救，伊本身就是一个刑具，是用来侮辱遐个看来上界卑微的罪犯的工具。总是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整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受到颠倒变啊！人所看轻的十字架，要成做咱真实的拯救。听你的十字架吧，去听上帝所交予你的十字架吧。这毋是感觉，是生命的决定。踮伫每一个旷野的内面，踮伫每一个沙漠的内面，十字架拢会成做咱的遮坎。想使咱踮伫伊遐，咱会当有一个安全的所在。听咱的十字架吧，这也是一项全然的奉献甲顺服，毋是追求家己的享受，是学习全然的委身、全然的顺服、全然的奉献。这是一条世间人所无爱行的道路。
甚至对今仔日坐伫遮的咱来讲，咱也一直咧拒绝行即条十字架的道路，一直想要挖靠家己的聪明智慧，要去选择讲即个世界所要讲的因果，总是十字架对咱讲，这永远是一条通往祝福真细条的道路。看起来无明，总是伊也不断咱每一个人来彰显。现主时的咱，就徛伫咱应该爱出现的位置，负起咱应该爱承担的责任，这就是十字架。今仔日是耶稣基督君王的主日，踮伫教会节期的中间，这是最后一个主日。后礼拜开始，咱要进入大港节。所以，咱才需要对十字架的默想去明白，黑暗踮伫这个世界的权势到底有多尔重恐？黑暗是如何对咱每一个人带来真正的威胁？踮伫无注意的中间，咱就一直受到这个邪恶甲黑暗所赢去。但也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咱才需要大港节。当咱开始点到一支搁一支的蜡烛的时阵，咱会去敲吹基督用伊的光来咱活滚。这个世界，就算讲踮伫极其绝望的环境中间，咱犹原也阁有希望。咱会明白，就算讲每一个人如何受到罪的束缚，但是因为十字架，咱犹原会当看见真正的希望被来临。世界的光要临到咱，踮伫即个节期中间，咱为着过去的一年献上感谢，总是也愈清楚知影，踮伫过去一年中间，咱所拄着的这挑战、这困迫、这黑暗、这灾害，是偌尔真实。也就是因为安尼，当迄个查某囡仔咧讲：“爸爸，咱敢会死无？”是。咱每一个人有一日拢会死，总是相信耶稣，伊会拯救咱。耶稣基督的降世，要予这个世界新的希望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：十字架的剧本。十字架的两边，倒边甲正边，有武足的声音。有悔改的心志，你用最后的气息接掉迄个灭花的请求。十字架下面，看戏的群众冷冷注视着你，机笑的兵丁更加亲来插上你。你用安静的忍耐，显露微微的温柔。十字架顶悬孤单的身影，受放杀的王，痛苦内面天开双手，接纳黑暗甲惊吓，为着要建立全新的国度。十字架的剧本看起来失败者的王，倒写世人的愿望。伫这个故事内面，我看见什么？我会伫倒位呢？咱会伫什么所在呢？踮伫十字架的面前，咱会徛伫对？咱会安怎回应？
咱会安怎继续来相信讲，耶稣基督的光光照咱。请咱同齐用这首圣诗来成做咱的回应。主求你临边我。主求你临边我，拄起所苦罪过，世间需要甲我独立，好我来心清气。正病，无足声音无听，已经最后亏了接掉，悔改困求心灵，看世界去观众。祈求，受持上你正灭进来，比比温柔显浓，世界孤单心惊，是受气撒滚光。家的无暗强风，为神国度建创，世界基本亲像失败军昂断旗，告诉多下世情望，我哋都看心面。放心来祈祷，主耶稣求你临边关，当阮受到这个世界所引诱的时，求你临边关。当阮一直认为家己是对，为了家己咧争取的时，求你临边关。当阮一直咧侮辱人、踢笑你的时，求你临边关。当阮无愿意超出十字架的道路，一直想要倚靠这个世间的成就的时，求你临边关。主，今仔日是基督做王的主日，愿你点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做王，毋是我靠家己的才能，毋是我靠世间的势力，独我靠你的神运行点伫阮中间，愿你临边关，愿阮将一切因光所有的本事拢归伫你，愿阮会当甲你点伫十字架，当享受上帝国度的临在。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咱要来举行团契首长的就任，所以现主席嘛要邀请咱所要就任遮的同工会当来到伫头前吼，所以邀请咱的同工会当来到伫头前。
也是包括上河团契的会长、家庭团契会长、妇女团契会长、圣歌队队长、手政团的团长以及组织学的校长。所以请咱庆良长老、英雄长老、玉梅姐、寿阳兄、万琪甲苏贞长老同齐来到伫头前，来应答牧师所要问恁的问题吼。恁要领受上河团契会长、家庭团契会长、妇女团契会长、组织学校长、手政团团长以及圣歌队队长的责任。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明也无？恁要领受这个职分，恁就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，独独遵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。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？我要来做宣告，所以请咱兄弟姊妹，咱同齐起立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东门巴克利东会小会的权柄，设立恁做本会上好团契会长、家庭团契会长、妇女团契会长、组织学校长、手政团团长、圣歌队队长，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的所做，常常关心伫遮的事，尽力伫上帝的工来归荣光伫上帝。阿门。大家请坐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管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竞选人甲你同工，特别也通过教会的制度，通过这团契的选举，原有选出苏庆良长老正做上好团契的会长，刘英雄长老正做家庭团契的会长，林玉梅姊妹正做妇女团契的会长。梁淑珍长老正做组织学的校长，林婉琪姐妹正做手政团的团长，以及徐硕阳执事正做圣歌队的队长。愿你的神丰丰富富祝福点伫因，互因的心会当倚靠你，逐日来荣光上帝你的名，也通过因所做的服侍，通互众人得到祝福，互你的福音受到广阔。愿你的神运行点伫因，祝福因以及因一切工作、家庭，拢会当正做侪侪人的见证。愿会当同齐兴旺属伫你的教会，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好，安尼请向后转。好，咱拢真熟悉吼。上好团契会长苏庆良长老，过来家庭团契会长刘英雄长老。过来妇女团契会长林玉美姊妹，组织学校长梁淑珍长老，手政团团长林婉琪姊妹，圣歌队队长徐硕阳执事，咱搁一摆拍鼓来祝福因。OK， 好，请回。好，这点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，踮伫过去一年所踮伫咱逐人生命中间所留落侪侪水的恩典。
请起立吟奉献的诗歌。请坐。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吼。咱即礼拜拜三圣经学堂的进度，咱进入到马太福音14章第1节到21节，欢迎咱会当踮伫线顶做伙来读上帝话语。好，今仔日是感恩节的礼拜所以嘛通过咱做伙为着过去一年献上感谢，愿主的恩典继续踮伫咱逐人的生命中间。好，第二项，今仔日财务部踮伫第2堂礼拜后有举办财务见习会，所以嘛请咱遮的同工吼会当做伙来参与吼。好，过来第三项，咱今仔日下晡人文讲座会踮伫太平间教会来举行吼，是邀请李建义老师甲陈秀文老师同齐分享合唱甲圣诗的部分。所以嘛，有兴趣的兄弟姊妹，下晡2点会当到伫太平间教会，咱做伙来参与。好，咱12月初7第1堂主日礼拜中间要举行洗礼甲健身礼吼。迄一日因为现主时收到的受洗人数已经10几个，要20个吼，所以礼拜咱就合并成做一场，所以咱迄一日就干那一场礼拜，会踮伫9点一场来进行。好，后主日第1堂礼拜后第2堂礼拜的时间吼，请咱的小会员甲咱要受洗遮的兄弟姊妹咱做伙要问道理吼，所以嘛请咱有报名洗礼兄弟姊妹以及咱的小会员来伫遮的时间。好后主日开始是大港节第1主日，所以踮伫礼拜中间有安排要点蜡烛的名单，嘛请咱遮的同工会当同齐来伫意吼。好，过来咱踮伫12月21迄天的中昼礼拜煞，咱会举行圣诞的爱餐，所以嘛请咱各兄弟姊妹若是踮伫团契中间，会当团契会长来登记甲缴费来统一来购买。若是无参加团契兄弟姊妹吼，你有要参与的，欢迎到伫办公室来永贤干事这边来购买爱餐券。每一张是400块，所以购买时间会到伫12月初7吼，所以请大家人会当注意遮个时间吼。好，我就做以上遮个报告吼。咱做伙来读本周金句，我读一摆，较请大家交我做伙读2摆。耶稣甲伊讲：“我实在甲你讲，今仔日你会甲我做伙伫乐园。”路加福音23章43节。耶稣甲伊讲：“我实在甲你讲，今仔日你会甲我做伙伫乐园。”路加福音23章43节，搁一摆。耶稣甲伊讲：“我实在甲你讲，今仔日你会甲我做伙伫乐园。”路加福音23章43节。这是咱来唱祝福车恳的诗395首，只是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修理因所，高低。
侪领受上帝祝福。愿人民的主上帝通过耶稣基督领死点伫十字架顶面所显明的恩典，见证天父上帝极大的慈爱，也通过圣神的运行，帮助咱，互咱点伫每一日倚靠伊，点伫每一日行伫十字架的道路中间，通拯救咱，也将这个祝福分享伫世间人，对他直到永世代。阿免。请坐。